你觉着那个阿丑是假的？三哥，你说呢？我就是搞不清楚才问你嘛，你倒来问我。三哥，要我说那疯子是真的，阿丑是个假的，你倒是说得轻巧。阿丑拿着圣旨来了，还带着官印，连老太爷他都说是真的，他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那万一是他偷的呢？你没听那姓陈的在堂上说吗？啊，那你是说，阿丑他偷了圣旨，办了钦差，真的来了找他要不回来，才跑到衙门里找我帮忙，反倒让你打了板子给关起来了，就这么回事？放屁！要是那样，阿丑为何还要来救他呀？那阿丑是救他吗？不是，他让你关着，不要让你放人。那阿丑叫我关着他，可没叫我为难他呀。你就看这小子那不慌不忙的样子，他要是个假的，他敢演那么一出啊？前头那个假钦差一上堂就尿裤子了。那姓陈的怎么说？他怕了吗？连板子都打不服。他娘的，说了半天，你就偏咬着那个疯子是真的。那个疯子要是真的，我就得砍脑袋。我要是死了，你能得个什么好啊你？哎呦！三哥，咱这不是在商量事儿吗？商量事儿，你就不能捡好听的说吗？你就不能说那个疯子他肯定是疯子，那个阿丑他肯定不是假的吧？三哥，你是要我说实话，还是要我骗你，还是给我商量事儿呀？算了，我跟你就说不成个事儿，你就是沉不住个气。那个疯子他就是真钦差，他又怎么了？谁叫他丢了圣旨，活该。我是按律行事，就是皇上知道了，他也怪不了我。那你还慌什么？你他娘的！我把真假钦差都搞差了，那是多大的个事儿！我能不慌吗？三哥，你不是说按律行事吗？皇上也怪不着吗？你怕什么？对，不怕。就算他阿丑是个假的，只要他拿了圣旨，那就是领了亲命，那怪得着我吗？三哥，要我说，您还是赶快回去问问老太爷吧，要不然咱抓错了人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就他个老东西，把我搞糊涂了。一会儿说是真的，一会儿又说是假的，一会儿他又说是真的。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就一点准信儿他都没有。哎呦，我晚上回去问他，
他要再说是假的，我这个县太爷就让他个老东西做了。哎，老四啊，去牢子里头说一声，别让他们耍笑那个疯子，帮长治他。 弄点好酒好菜给他吃。哎，嘿，哎呦，我这糊涂蛋了。哎，老爷说了，对那人贩呀客气点。哎，四哥，那人贩真是钦差？是个屁！老爷能打钦差板的。 那是阿丑大人的亲戚，咱总得对人家客气点，是吧？哎，好生伺候着吧啊！行，慢走啊，四哥。你不用害怕。阿丑说皇上那些事儿，听起来玄乎，可八成是真的。当今的皇上啊，年轻气盛，办事呢常走险招，就喜欢用那些不三不四的人。 当年秦鳌拜就是用了几个侍卫和太监。您还觉着阿丑是真的？不会错。原来啊，我对这个人办事啊，也有几分疑惑。经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人呐，不是正入得的官，所以呢，他对官场的规矩不懂。皇上要用的。 也正是这一点，爹，那陈公子在公堂上他一点都不怕，你怎么打都打不服，就那份硬骨头的样子，要是假的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你不是说他是疯子吗？那是阿丑说的呀。他说陈公子是他的表兄，是因为他当了钦差才气疯的。您说这话有准吗？ 此事也在情理之中。读书人嘛，寒窗苦读几十年了，得功名才有几个呀？就说你吧，我是替你捐了官，有上下活动，才顶了这个县令的缺。这是中了举有什么用呢？那个相公啊，原先没把阿楚当回事儿。 现在一下看他得宠了，又当了钦差了，一下子气疯了。这常有的事儿啊。可那疯子在公堂上，他一点也不像个疯子的样子呀。他说的那话，连半句疯话也没有啊。你经的事儿还少，见的世面也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有的疯子啊，看不出来。 就因为他疯了，才有那么大胆子，而他自己心里呢，却把自己当成真的钦差。康熙13年的时候，周文正啊，还在那个清水县当县令。有一个疯子来了，自称是吴王爷，跑到衙门里去啊，吆五喝六的。那个周文正多精明啊！ 还不是照样被蒙住了吗？钱奎啊，凡是你想不清楚，就按照一般常理推断就行了。我来问你，那个阿楚如果是假的，他敢3番5次去找你吗？天底下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 钱奎啊，你去牢里问问那个疯子，看看他能不能背出圣旨上的话。如果他是真的，一定会记住。不是说他是个疯子吗？哎呀，我是怕万一是假的呢，多留个心眼有什么不好啊？你去试试就明白了。那他要是能，你先去，问清楚了再来找我。
哎，我走了。嘿，姓陈的，行了，给你换个地方来，打开牢门。不点吧。老爷，大人，钱奎有眼不识泰山。对大人多有得罪。大人没了圣旨，没了官印，下官不敢冒认。大人如果还记得圣旨的内容，能否复述一遍呢？这有何难？我早已熟记在心。你听好了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陈礼，品貌端正，才华出众，办事勤勉，积恶如仇。今特命其为钦差大臣，考察各地官员为政之计。如遇徇私枉法者，可持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钦此。你听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当然明白了。那请问，陈礼是何人呐？陈礼，自然是本官的名讳。那却不知陈信又是哪一个呀？陈信是谁？陈信就是阿丑，他偷了我的圣旨，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你还不赶紧去抓他？快去啊！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当我是乡下人呐？还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我揍你！还他娘的品貌端正，才华出众，编吧！在这儿给我待着吧，我去给你找圣旨去。疯子，果然是疯子呀！三哥，问明白了？问明白了呀！阿丑大人说的一点都没错，那疯子就是他的表兄。想来啊，他们家是5个表兄弟。你看啊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5个吧。疯子排行老3，叫陈礼；阿丑大人排末，叫陈信。那圣旨确实颁给阿丑的，那疯子自个儿编的全是一派胡言，竟然说自己是什么新科状元，真他娘的会编！这回是再也弄不错了。谢天谢地，我还以为您又抓错人了呢。哎呀，这个破官当的，整天提心吊胆，真他娘的累死人了。三哥，咱还给那疯子送酒菜吗？送，有阿丑大人的面子呢。只要是不出人命，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只要他不是钦差，你说咱还有什么好怕的嘛？回去跟老太爷说一声，就说我打听明白了，就是个疯子。三哥，
那您也早点回去歇着吧，好好跟嫂子吃顿饭。总算是能喘口气儿了。今儿可得好好喝2口，睡个好觉。哎呀，你说玉玉姑娘这会儿会在哪儿呢？小姐，我看你就答应了吧。老爷说了，你要是答应了，他就给你单买一处院子，不让你在府里再受那几个奶奶的气。你要是不答应，说不定他会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小姐，我也是过来人，女人的命都是一样的。我看你就依了吧，要不连我们都得跟着受连累。婶子，你都说了1天了。小姐，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赶紧答应了，我还等着向七爷交差呢。婶子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好，好，你好好想想，想通了，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可有一样啊，可不准再寻死觅活的。你放心，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哎，干嘛呢？歇会儿。歇什么歇？你也不看这什么地儿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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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小二，哎呦，大小姐，您回来了？你跑什么呀？没呀。告诉我，是不是阿丑回来了？小的不知道，小的没看见。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阿丑大人真的不在。大小姐，这2天送银子又特别多，我全都记账上了。哎，这上回那银票也换好了。你先把银票给我，千万别让我姐知道。哎，大小姐，大人真不在屋，好像刚才。你帮我先盯着他，我从这儿走。好嘞。阿丑，把这收好了。哎，好。阿丑，阿丑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！阿丑不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陈礼，品貌端正，才华过人，办事勤勉，今哎，钱大人，你赶紧给我摆设公案。我身负皇恩，到清水是来住店的。瞧瞧啊，钦差大人，姐姐妹妹来看你来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放肆！本官衙内，你们女人不许说三道四。看见了没有？疯的可不轻，真把自个儿当钦差大人呢。状元公，哎，状元公，要不要我给你挂块匾，上书明镜高悬，让你升堂审案子？这个自然。
我就来亲书这明镜高悬。你赶紧把犯人都给我带来，我要亲自审问他们。要耽误了钦差大事，我可有尚方宝剑，定斩不饶你。哥，哎，大小姐，瞧见没有？真是病得不轻，一天到晚就那2句话，尚方宝剑，定斩不饶。你说我敢放他出去吗？逮谁斩谁。哎，行了，你那个圣旨我都会背了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陈李，品貌端正，才华过人。品貌倒也端正，才华也就是个屁。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，大小姐。小姐，姐姐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这几天多亏了你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？姐姐，我们都是女人，我来到这儿不到1年，就已经看到有2个好姑娘都毁在了郑天寿的手里。姐姐这样的人，我看着都喜欢，怎么能让郑天寿毁了呢？只是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那个钦差你打听到了吗？打听了，那钦差在赌场里得了郑老爷不少银子，早就是一伙的了，恐怕指望不上了。那钱大人呢？姐姐，钱家和郑家是几辈子的交情，怎么敢指望钱大人呢？你有所不知，在这以前，一直是钱大人护着我，才没有被郑天寿抢了去。真的？一点都不骗你。钱大人或许也有想收我做小的心，可是我看，他跟郑天寿不一样，就算是落在他的手里，也还有的商量。妹妹，你要是有什么办法，一定要给钱大人捎个信儿啊！我会的。干什么呢？我找你们钱老爷有急事。2位小姐都看见了吧？他这是嫉妒阿丑大人的身份，独火宫廷，乱了分寸。我看这人他是不中用了。大小姐，你要是个明白人，就赶紧另打主意找别人吧。三哥，陈公子，你这究竟是何用意呀？钱奎设计害我，却不料反帮了我的忙。这狱中有一些犯人，是我查明案子的关键，我这才将计就计，故意装疯，想要骗过钱奎。啊，你们万万不可再去找钱奎说明真相，等我把案子查明白了再说，明白吗？哥，那玉姑娘怎么办？这河安府清水县的贪官污吏已结成了一张网，只有把这张网撕破，才能最后救人。茵茵姐，阿怒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外面的事情一切就由你主持了。哦，还有，阿丑的身份先不要点破，让他在外面替我挡一阵子。但是要想办法把圣旨和官印从阿丑手里要回来，只有这样，在关键处才能派上用场。陈公子，如果将来皇上问起罪来，公子能否将此事算作是阿丑的功劳？也好替他顶些罪过。茵茵姐，你这不是在要挟我吧？公子，茵茵绝无此意。
只是觉得阿丑也算是无意中帮了公子的忙，所以才恳求公子不要再怪罪他。如果我能顺利地办完这趟差，自会在皇上面前如实禀报。如果皇上开恩，或许可以免除他的罪责。多谢陈公子。三哥，还去吧。站住！干嘛呢？钱大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老七，给郑大人通报一声，就说我前奎求见。钱大人有事儿说事儿，带着这么些人要打架？七哥，你给我行个方便，我见郑大人有要事禀明。钱大人，要说你来也不是外人，可是带着这么一杆子人来，这算哪回子事儿？那好。哎，尤二，我说你们在外头候着，没我的话，谁也不许往里闯。是。前头带路。我们老爷正在歇晌，您先到耳房里面歇会儿，等我们老爷醒了，我过来叫你。好。哎，郑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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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呢？郑天生，你个混蛋！你有什么话，你给我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？啊！郑天生，你不能好死！你丧尽天良，我千难把你，你不能好死！哎呀！今天总算出了这口恶气了，钱老贵算是领教我的厉害了。气虽然是出了，可田庄主那儿恐怕不太好交代。怕什么？让他来找我好了。要我说，老爷不如先给田庄主去赔个不是。我不去。钱老贵三番五次的和我作对，他怎么不管我呀？老爷，钦差还没走，和田家闹翻了总是不好。也好。你拿上帖子，告诉他，就说我要娶第9房姨太太，请他过来喝喜酒，看他给不给我这面子。老爷，用不着这么大张旗鼓吧？就照我说的办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！哎呦！你也不想想，就往他家里闯。叶姑娘让他抢走了，我这心里头就乱了。玉姑娘肯定就藏在他家，看未必玉姑娘就在他家。你给我抬杠是不是，老四？请进。你说怎么办？你个死人，快想想办法，甭给我弄了。老太爷这回不会帮你了。三哥，咱去求求阿丑大人，兴许他会有办法。哎，我怎么把阿丑给忘了？赶快备车，我亲自到客栈去的。你都这样了，我去把他叫来不就行了吗？咱这不是求人吗？你少啰嗦，我死不了。快去备车。哦，是郑天寿啊，
你怎么招惹他了？郑天寿这个混蛋，一向是欺男霸女。前阵子啊，有一个姑娘，我明白了，你看上的那个玉姑娘，是不是被郑天寿给抢去了？她不是跑了吗？还是我把她送出城的呢？不错，但是你刚刚把姑娘送出城去，就叫郑天寿给抢回去了。光把人抢回去了不说吧，还把人家的爹打死了。本县找郑天寿去理论，哎，他让他的下人把我暴打了一顿。大人，你说这哪还有王法呀？你看看我这眼，叫他打的，这眼珠子都快给我打烂了。哎呦，哦，你别兜圈子了，有话直说，你是不是看上玉姑娘了？大人，您既然这么问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这位玉姑娘是下官给我家兄弟老四娶的媳妇儿，本来就要成亲了，叫郑天寿生生的把人给抢走了。我兄弟在外边候着呢，不信您把他叫来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你说我这个当哥的不能给兄弟做主，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哎呀，大人您头顶钦差，手拿圣旨，直接通知皇上呢。您要是出面，他不敢不给您面子呀。那我要去了，他说根本没有这个人，反咬你一口，说你栽赃诬陷，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大人说的确实是有道理。郑天寿在他府上经过那么多年的经营，那是机关重重啊。老杂毛要是把玉姑娘藏起来，那还真是不大好找。那就别着急了，咱们先想出好办法，才能救着人啊。阿丑大人，钱奎心乱如麻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，还望大人指点一二，如何呀？钱大人，不瞒你说，今天我在赌场上赢了好些的银子。那庄家告诉我，这全是郑天寿叫他们捣的鬼，就是变着法儿的给我送银子。我心想了，你要送银子，你就大大方方的送，让我在赌场上赢别人的银子算什么？我阿丑一向赌品很好，我才不稀罕要他的银子呢。啊，哎呀，对不住大人了，钱亏我来得及，忘了给大人带见面礼了。银子的事儿你尽管放心，只要能把玉姑娘救出来，那银子少不了你的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大人，您要是信不过钱某，我这就叫人回家去拿。老四啊！哎，得，不在这一时半会儿，你想好了主意啊，咱们再说。吹，你呀就吹吧。哼。说了半天，你倒是把贼捉住了没有啊？没有，要是抓到了，我还能生这么大的气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又在和郑天寿斗气啊？哎，还真叫你说着了。那贼他就是郑天寿府里头养着的，他们就以郑天寿为靠山，有恃无恐。不把我清水县衙放在眼里。你说，燕燕，我要抓到这贼，我不狠狠地打他个几十板子，我能出得了这口恶气吗？来人！
向前。慢慢的。郑天寿是个堂堂的四品道台，他家里养贼干什么呀？郑天寿这个老杂毛，他就是个贼人出身。他家里不养几个贼，他心里头痒痒，不是吗？哎呸！你是不是因为郑天寿当年跟我爹提过亲，想娶我，气不过，是不是啊？没错。我一想，我家燕燕差点落在老杂毛的手里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早晚我要他的好看。我这不是没嫁给他吗？我爹早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，我一直待字闺中这么多年，还不是为了等你吗？别扯，你别扯我，你扯我耳朵带的头疼眼疼。这疼吗？疼。别碰我。这疼吗？疼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哎，我说燕燕，去把老四给我叫来行吧？又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有一件紧要的事情，我得嘱咐他一声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去帮你说。是衙门里的事儿，你说不清楚。你说你身子不方便，你操这个心干嘛呀，燕燕？你别再给我提衙门里的事儿，你就老实在这儿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这清水县的人没了你还不能活了。是钦差的事儿，耽搁不得的。好吧，不许骗我。慢慢走。哎，我。老四，哎，你三哥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，嫂子？你快点吧，你三哥说他有急事儿。哎呦，老四，我给你叫来了，有什么话快说啊。燕燕，去找爹给我要点止疼药来。你不刚吃过吗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个脑袋还有这个眼睛就这么咚咚咚这么跳着疼，疼的个要命，非得治牙疼的药才管用。咱爹手里有，得你去要换别人，非照爸不可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四，看着你三哥。有什么事儿，喊人来。看你嫂子往哪儿走。干什么去了你？我，嗯，我睡了一觉。玉姑娘都快叫郑天寿给害死了，你还睡得着觉？个木头疙瘩，快帮我想点办法呀！要我说，还是早点给阿楚送点银子去算了。他那个家伙鬼心眼多得很，说不定就会想出什么办法来。我存的银子还有多少？还有5000多两。就剩这么点儿了？都是你用了，你问谁？我1两也没拿。那明儿就给他送3000两钱。啊？这么多？3000两算什么？那还只怕他不高兴呢。钦差是什么人物？那胃口大着的。你先送过去。我再想办法让老太爷也出点血。哎呦，这咚咚咚咚，真他娘的疼哦！哎呦。
七叔，啊，你是去燕燕姐家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我问爹来着，我也要去玩。你爹答应了吗？啊，老在这院子里待着，把我都闷死了。行，你可记住了，别到处乱跑，回头把你丢了，你爹非宰了我不可。老太爷，燕燕是我们老爷看着长大的，从小当妹妹一样的疼着。钱奎一穷小子，要不是老太爷，还不得要了饭？也不寻思着报恩，看着燕燕有了身子，竟然想着在外面养小。我们老爷是替老太爷咽不下这口气去，这才让人教训教训他。其实都没动真格的，就是比划了几下。老太爷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们老爷还等着您去喝喜酒呢。钱奎挨了几下膀子，算他该饶。只要没打伤人，我不会计较。喜酒我就不喝了。你回去呢，告诉你们家的老爷，啊，钦差还没走，来意也没搞清楚，周大人一直让我们小心。你们家老爷娶亲就不要太张扬了。老太爷教训的是，可我们老爷他听不得劝。老太爷，要是您不再生气，能不能给我们老爷写封信？您老人家的话，他还是听得进去的。我刚才和燕燕姐说的好好的，她怎么就生气了？你不该说那些话的。为什么？我又没有骗她，她干嘛要生气啊？你还小，你长大你就明白了。快走！哎呀！